客家话开始了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徐薇。现在流行什么呢？哦，学英文。对了，除了学英文，还有学客家话。第一句话，我回来了，怎么说呢？来跟我念哦，我转来。我转来，转来就是回来的意思哦。转来呀，你回来啦！哎呀，怎么那么晚才回来呢？用按啱张转来，娘就是怎么这样娘？按啱就是那么的啱，啱就是按的意思，就是很晚。用按啱张转来，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呢？因为塞车啊，塞车就是塞车，塞车。因为塞车，嘴巴张开来跟着念吧，拜托，求求你。因为塞车，哎，念得很好。莫早就转到来，嘿，要不然早我就回来了。莫就是要不然，早就就是早就转到来，就是转回来，哎，就是回来了。好，再来一次哦。因为塞车，因为塞车哦。莫早就转到来，很简单哦，嘴巴张开来。因为塞车，莫早就转到来，会了吧？好，我们今天请到相声名嘴冯翊纲讲给你听。爸爸，我转来咧，转来了哦，我啱啱站转来。因为塞车，莫早就转到来。这等门都等出火来了。要听一声哦。还记得塞车怎么说吗？塞车，按 bye， 按字 say 拜拜。